22號線後半段最近開通，最受惠嘅係邊個？嗱，當然就係本身都地鐵上蓋嘅星漢 TOD 啦。年中仲有巨惠房源喎。嗱，今日咧就由我帶你睇下佢有幾筍。叫得 TOD 樓盤，地鐵上蓋當然係標配啦。我仲為你實測咗住喺度搭地鐵究竟有幾方便。噔噔嗱，呢啲咪就係地鐵上蓋咯。最底層除咗有地鐵方便出行，上層嘅配件商業亦能方便業主嘅日常所需，從簡單嘅買菜小店到大型超市都一應俱全，連金拱門都24小時為你侍候。而書包更係星漢 TOD 嘅一大優勢，喺自己社區中間就有幼兒園加45班嘅9年一貫制公辦港外付，輕鬆實現目送式接送。呢種完全無需行出社區，馬路都唔使過嘅上學體驗，留俾寶寶更多睡眠同歡樂嘅時光。所以喺度有個現象我都真係第一次見到。點解咁多滑板車？就因為呢堆小朋友係踩滑板車返學嘅。問你怕未？而且以上所講都已交付，唔係畫餅，全部都係實景現樓，所見即所得，真正做到呢，今年賣今年住，有口皆碑嘅越秀物業加持，不如睇埋間屋啱唔啱你？呢波巨惠270個 W 起就能夠買到南區地鐵上蓋112方南北通透對流4房。到時喺屋企搭 lift 撳個負4層就即刻聯通地鐵口，同層入戶，歸家風雨無阻，2站即達荔灣，4站即達芳村白鵝潭。4房戶型一步到位，南北對流，北望江景，南看園景，齊全配套，跟進響 TOD 立體大城嘅便捷生活方式，啱晒揀樓既要又要，更要價格夠筍嘅你。真正 TOD 大城，學鐵商樣樣齊，而且年中巨惠，今次咧 CB 值仲要拉滿。嗱，啱嘅朋友仔，快啲聯繫翻我過嚟睇下啦！